刚才我跟你说的呢，都是后宫的戏，你明白了吧？导演，这不对呀！你看，怎么不对了？她只是一个美人，怎能配得上2对宫女呢？只有昭仪才有的待遇啊！而且在后宫等级非常森严的，有左昭仪、右昭仪、三夫人、九嫔、侍妇、玉女、皇后，还有惠丽、华三妃、6仪美人、才人等。女侍、中女、尚书，以至西官、女奴等直属人员。李欢，你能不能搞清楚你自己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很清楚啊，你是个屁！在现场说话算数的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导演。行了行了，你少废话，该干嘛干嘛去。导演，即便是演戏，也要尊重历史啊。李欢，我被你搞得都快崩溃了，你到底拍不拍？不拍滚蛋！啊，叶先生。叶先生，你是李欢。说得好。是叶先生。你和叶波是好兄弟，就叫伯父吧。伯父。李欢，收工之后，让叶波带你来我家坐坐。好。大哥，老爷子找你干什么？他说收工了去你家坐坐。他一定是找你了解我和芬妮的事儿。大哥，你可是我亲大哥，你一定不能出卖我。看你吓成这样，跟老鼠见到猫似的。你是真不了解情况。老爷子哪里是猫啊，他就是一只大猛虎。他要是凶起来，亲儿子吃了，连骨头都不剩。有你这么说自己老子的吗？哦，对了，大哥。什么？看看。身份证。身份证、户口本。哇，我终于有身份证了！我再也不怕别人跟我要身份证了。